面对这摆风台，台南严重受创，甲7月28接线大淹水的灾情，市府营议会邀请进行专案报告，对处部分灾区甲市区的议员，虽然肯定救灾辛苦，不过对着第一时间市府救灾安置的流程以及效率，拢认为相慢。同时嘛，争取相关地下室淹水的补助。另外，台南治水已经开415亿，不过也是应该密密麻麻，相当不满。区公所安置多少人？社会局安置多少人？有清楚的报告。多少人？7月7号。7月7号我们街友就安置了32位。区公所安置多少人？区公所开设的一开始好像只有2个，然后每天都增加，每天都改变。32位很多嘛？我们后壁区公所第1大队在7月7号往7月6号前进那一天，就救了9个人出来，8个人安置。看来你32个人里面，后壁区公所帮你占了8个。那么大的雨，时雨量破100，又造成已经还没有整理好的家园，因为这个水灾造成大家真的是迷迷茫茫，连市区，我想连8月2号的这个下雨，连市区都是淹得乱七八糟了，没有看过淹成这样子了。那很多的民众在反映，地下室的部分淹水很严重。那不管是机电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他的生产器具、他家里的用品也好，都在地下室。这个部分未来有没有可能纳入补助的范围？市长这个部分也要请再来做一个评估。后来过来咧，再2次伤害，我是直接要求恁爱整套的，他的灾后重建爱规头做好。为什么我们已经几百亿的治水预算了，一旦有风灾，一旦有暴雨，台南市仍然是灾情满满。另外，为了加速灾区赈灾重建的速度，议会国民党团嘛建请市府提拨6亿的将补助费垫付款，来转移重大灾害赈灾专户。0206上环作为改为重大灾害专户。南西地东甲2、3乡镇，伊就开7亿外。即届丹老师台风10几乡镇，较剩100，纵使无看过有1亿，才2亿8。你甲想10几乡镇的丹老师台风，叫后边的水灾，7288、812号的水灾，你拿这个专户3亿8出来，百姓绝对不满意。对于国民党团议员先进的提案我们予以尊重啊，但是就是说整个部分必须符合预算法的相关规定。那对于奖补助的钱，可不可以流进基金会来做更大幅度的使用？这个也必须要跟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来这个接洽来询问，那取得函释。基本上。其实中央这次对于这次的风灾还有水灾所造的这个补助事实上远大于这个部分而且光是屋顶修缮或是说相关的这个部分其实中央赈灾基金会给予的经费也相当多，而且更快所以说是不是需要在实务上在法规上，我们都要寻求一定的合法合规的解释。议员汇集市民的心声，除了希望市府加速灾后复原，也强调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阵，而是面对愈来愈频繁的极端气候，市府如何应对？台南新闻军集张硕维采访报道。